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Vincent 頻道》，我係郭超。今日請到阿汪生嚟，多謝。郭超做節目好開心嘅，我都係同你傾偈係好開心嘅。好耐冇同你做訪問啦，嚇真係好耐冇。好似有2年啦，係嘛？唔止啦，係咩？唔止。疫情期間，疫情之後。開翻關都冇做過啦。哦，係啊。好啊，好啊。咁啊，真係想問下你，即係近況先啦。呢一期嗱，疫情中間嘅時候，最嚴重嘅時期，嗰期都應該冇見過你啊。嗰一期其實香港你哋地產界啊，或者你自己嘅生活係點樣樣嘅咧？即係使唔使翻工啊？點睇樓啊？年紀大咗會有年紀大咗嘅嘢咧，譬如話應酬啊、運動啊，咁要照顧多啲。做咩運動啊？游水啦，游水1萬步啦，一萬步喺幾年裏邊好重要嘅，因為咧有段時間香港好悲情。咁你落下街行1萬步咧，你其實就好清楚呢個世界係有乜轉變。你直頭係行街嘅，就唔係行一啲即係跑步徑啊、同運動場嗰啲嘢。我喺因為我住西九啦。我落街就元芳呢個西九文娛康樂區，或者元芳喺商場兜個圈，跟住就落佐敦。嗱，呢個好好嘅路程嚟㗎，因為咧，尤其是香港最悲情嘅時候咧，呢個經歷咧就落街就開心好多，俾資訊，因為咧你會見到喂原來。全世界嘅人嚟係點睇咧？咁個感受最大係咩咧？即係你話行到落街度，俾你攞翻一個好好嘅正能量。個正能量從邊度嚟咧？嗱，因為我自己咧，你知我又日本又香港啦。我翻到嚟嗰個感覺，我見到即係某一啲區域好旺嘅嚇，我成日走落旺角啦。咁但係某一啲區域咧，真係好多吉鋪，或者呢一期翻嚟會好啲嘅。但係早1-2年咧，哇，都真係幾悲嘅喎，嗰個感覺。我諗呢個因為我自己即係呢幾年有買即係一啲所謂核心鋪啦。我就樂觀嘅，由頭到尾都樂觀嘅，因為我可能相對好彩啦。好彩嘅意思即係話第一咧，我有好嘅租客啦。第二咧就係會我買嘅鋪教咗我嘢嘅，譬如話原來教咗我。即係新嘅經濟係譬如好似商鋪咁樣，我哋會睇到幾樣嘅，睇到乜嘢係頹氣喺新時代之下。喺新時代之下，咩叫做企得穩？有咩叫做新立嘅氣？我認為廣東道，即係因為高鐵站嘅關係咧，廣東道呢個海防道。去到北京道，唔係，去到我買鋪嗰叫做咩？漢口道。漢口道，係啦。咁基本上咧，呢啲叫做新立氣。新立氣就即係話，其實每個時代都有，即係同風水原則一樣。見到個鋪頭嘅形式嘅，或者個經營模式嘅改變係嘛？見到人流嘅改變。係。主導社群嘅改變，咁當然就同埋佢哋俾乜嘢主宰咗？譬如話舉個例，人流改變係因為內地人啦，即係內地新一班內地人同以前嘅自由行係唔同嘅，內地係主導咗市場啦。咁佢哋就成日話而家嗰班友淨係落嚟飲支礦泉水嘅啫喎。咁我諗係模式問題啫。咁佢哋一定食飯㗎，點解唔喺度食咧？就要諗咯，或者喺度唔食嗰啲嘢要諗咯。即係市場去適應佢咯。咁如果你講到鋪咧，咁又有好多人會即係諗起阿李根興啦。咁佢個基金又會輸得好緊要啦。咁如果根據你自己，即係嗱，當然啦，你又一定冇佢買得咁多㗎，佢嘅基金嚟㗎嘛，大佬，係咪？咁你自己個睇法嗱，無論係你個鋪租
鋪價或者隔離左右嘅鋪租係嘛？可能你嗰件係特別硬淨嘅，唔頂嘅，因為鋪係好獨立性嘅。係啊，你自己成個睇法係其實鋪係同樓市好唔同，鋪係好直接面對香港實體經濟嘅喎。咁呢一樣嘢，即係頭先你嗰啲可唔可以具體少少講翻出嚟？就係話究竟模式改變咗，人流改變咗，好咗，淨係差咗啦？淨係乜嘢嘅狀況？回應你嘅問題就係、任何市場，第一任何市場都係有取代性嘅，即係唔會一面倒係即係賣晒遊客嘢，或者完全成個場瓜晒。第二，任何 market 都係會有氣數嘅，會有氣數，即係話呢個同風水原理一樣。咁你覺得邊啲嘢氣數已盡咧？有啲街係賣批發嗰啲，顯然氣數已盡啦，係最多窿啦嚇，當咗喺尖沙咀啱唔啱？咁同呢個係一個正常環境變化嘅。即係話我見到有啲買曲奇餅都啲人排隊上一樓商場都排，咁即係變咗，即係我哋真係要諗咯。即係話，因為諗係一個最積極嘅方法，係解決到嘅方案之一。可能艱難，但係同埋就係話，點解我哋會咁咧？因為咧，其實商鋪嗰個市場咧，其實我哋唔應該諗香港啊，應該起碼要諗大灣區。點解內地人先落嚟？買都落嚟去買去 Bake House 買曲奇或者買餅或者要排隊，因為上邊冇啊嘛。係話其實而家國內人落嚟咧，覺得好似香港咧冇咩再值得去留戀，冇咩去值得去睇。但係我哋咪諗，我哋有乜嘢可以即係市場有嗱調翻轉一樣啫嘛。內地好多品牌都調翻轉，佢哋出嚟開，佢哋好睇好㗎。有陣時我哋覺得係太睇好，咁但係問題，但佢哋走得好快喎，半年唔夠幾個月，有時又一唔掂即刻撇。Everywhere 即係去到佢哋咁係咁做生意，即係來如風，機動性好高啊！佢哋係啊，冇錯。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即係喺佢嚟講，佢呢個就係市場咯。某種程度佢哋啱㗎，係啱。即係我哋唔夠機動性啊！即係嗱，我哋今轉我哋。香港人連抄都抄慢咗㗎。你講得啱啊！香港人係唔夠機動性。咁我咧就不嬲同阿汪生做訪問咧，我都會 check 翻佢過往嗰啲嘅樓市十大忠告同埋樓市嘅預測嘅。咁記得我有一次我同你做訪問咧，你基本上對上嗰10幾年都中晒嘅嚇。我同你有個 record。咁今次咧我又想同你做下啦，咁耐以嚟冇做過啦。想講翻最近先。最近你又中啦，因為你喺2024嘅時候咧，你就講到係話會2月2024嘅時候咧，就話係其實係先跌後穩嘅。咁嗰陣時你嗰個預測咧就話應該會見底築底就反彈嚇。咁其實2024年嘅年頭2月份嘅時候咧，就切晒所有辣椒啦。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啊，即係會唔會係你同啲政府都有啲溝通啊？會唔會你已經收到風，佢嗰邊已經撤辣咧？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去到2025年啦，嗱你嗰個估法咧就係話會谷底回升嘅。咁的確2025年咧係 total 大概升咗4.05% 左右啦，咁樣。阿汪生有提過咧，就係話兩人家庭嚇，我當佢未結婚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每人平均入息中位數21,000蚊，兩個加埋42,000蚊，咁啊每人就儲30%錢。30%將人工嘅30%係啦，咁即係42,000蚊嘅30%啦。咁42,000蚊嘅30%即係13,000幾、14,000蚊左右啦嚇。咁然之後就儲咪只係1年幾啦。大概就10零萬啦，咁啊數3年幾就30零40萬啦，咁就可以買一間上車樓。咁上車樓咧就講緊係即係要上9成會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供就平過租啦。係啦。OK。嗱，最緊要合乎兩樣嘢。係。合乎到公平嘅租先，第一。第二合乎到壓力測試，即係佢哋兩個嘅收入。其實
即係越後生，你一到入息中位數字，你未到入息中位數你就奮鬥啦，做好份工啦。如果唔係你正常做好份工，你會到中位數字，咁咧其實你就應該去。但係其實呢個世代咧嗱，即係我代啲網民問啦，佢哋一定會講嘅就係話，第一我而家我孭咗一個90成嘅按揭喺身，我只要個樓市跌1成咧，我2條友啱啱夠入息中位數嘅就炒粉嘅咯喎，係咪？第二就係話，如果我結咗婚嘅，咁我有機會有小朋友啦，甚至乎有4大長老啦。如果我未結婚嘅，分手咪大鑊！我而家啱啱儲到差唔多嘅時候，係嘛？又要分股個股嗰個屋企嗰個產權咁樣。你呢4個問題，我只係答到你第一個，其他嗰啲係人生交叉啲嚟。係。咁第一個就係話樓價跌咗點算？其實你冇諗住賣出咧，而你咪繼續供咯，因為你都要交租㗎啦。即係如果你嘅愛巢係需要錢，係你係需要俾租俾個愛巢嘅，咁你不如攞去供樓啦。咁仲有就係話，有啲話樓價升跌點啊，咁樓價長遠投資最緊要最後都係供滿層樓。供滿層樓其實到你晚年或者嗱，如果到你晚年你供滿層樓同冇供滿層樓，當然兩個命運啦。呢2年嘅樓價咧，老實講，你話後生仔接，就算有一班人佢唔買樓都好啦，但係學你話齋，我哋仲有個財富效應啊嘛！我哋啲父母啊或者祖父母嗰輩啊，喂衰仔，我都知你唔買樓噶啦，我同你儲咗首期啦，你供啦咁樣啊嘛。咁 that's why 點解會咁多人會帶埋個仔仔20歲好啊10幾歲都有，或者30歲都好，我同佢俾個首期就帶佢嚟買樓，明白買新樓嗰啲嚟供啊嘛，係咪？有啲學生同我講，佢話：喂，你唔使教我點儲錢㗎啦。係啊，我有人搞掂。你買樓啫，有人搞掂。我搞掂。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呢一部分咧，我哋唔需要討論嘅，因為佢冇得買嘅，佢已經冇得買；有得買嘅話，佢已經有人搞掂咗。我哋提供技術就得㗎。冇錯，你提供技術俾佢已經 OK 㗎啦。反而我想研究下咧，就係話而家你預測2026年咧，嗱，你會覺得係3機7險啊嘛？係嘛？你嚟即係嗰個最新10大忠告入邊，咁如果你話有7個險咁多嘅話，但係你會預計今年都應該比2025年升得更加多啊？咁又點解會有個咁嘅睇法咧？險咧，即係話我即係多謝你同我做好多統計，證明我寫嘅嘢係用心先啦嚇。咁咧就但係我哋個10大忠告咧，每年都寫咗好多年啦，咁啊都係想俾忠告嘅啫。咁但係當然即係講得中係因為即係我哋寫個氣候，咁個氣候即係如果冇長官意志，我哋都幾有信心。我最擔心嘅第一險其實出現緊，就係香港嘅人會越來越多。係。咁當然啦，本來個險係香港人口不足嘅，因為好多人即係外流咗。咁但係因為香港做咗好多人口政策，我老實講，即係好低調做咗好多人口政策。外勞啦，咁呢個啱嘅，我哋真係唔夠外勞嘅，全部都啱嘅。最近一個高才通啦，偉大工程就係即係香港係成為內地一個即係讀書嘅一個係好嘅一條航線啊！冇錯，再加埋我哋有得上市同埋科研，咁呢3種結合咧就會好好。咁但係問題無論做到幾多成都好咧，嗱，我哋1年前真係覺得去創科做唔到嘢嘅，但係而家原來真係好多人嚟咗，即係好多公司嚟咗，而家好低調。最近美國因為政治咧，有個公佈就係話，因為少咗好多中國留學生去做科研嗰個 groundwork 啊，即係你知好多數據要做啊。嗱，呢樣嘢香港要喺香港優勢，即係有翻優勢。所以點解你覺得呢個係險咧？反而唔係險啫。咁我係叫香港人小心啲啊嘛。即係你唔買好嗱嗱，你就冇㗎啦。咁啊，你自己諗啦。即係我想講，即係話險唔係一定要
即係唔係話一定要跌市先係險㗎，係嘛？即係你買唔到樓都係險嚟㗎嘛。蝕底咗咪即係蝕底咗都係險嚟㗎嘛。嗱，因為咧而家內地人嚟香港買樓越嚟越多。係。最慘人哋唔係搶你，係你放棄。係啊。即係你放棄咗，你都唔識驚嘅。你見到人哋3成、5成人哋買樓，即係有啲地盤，你都唔識驚嘅。以前就發晒矛，而家唔識驚，因為點解咧？佢心裏邊係就話啊，你呢笪地方死梗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你無論你點睇法都好咧，都係應該係要睇翻個實際數據變化。但係呢樣嘢，你會唔會覺得係可以持續咧？嗱，因為如果你頭先所比喻嘅香港，如果個教育產業變成倫敦咁樣，變成英國咁樣嚇，劍橋咁樣，咁當然係可以玩好耐啦。咁但係而家我個睇法就係話，你香港嘅樓市無論係個租金嘅升幅，頭先你有所講就係話個教育產業嘅蓬勃啦，咁再加上就係啲人才嘅進入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國內佢哋基本上連跌40幾個月個樓市。無論1線城市到7線城市都係咁樣，所以佢哋啲錢只要走咗出嚟嘅話咧，佢都會諗就係話，我冇可能我翻國內再買嘅話，我可能都會喺香港買，或者我有個細路喺度嘅話，我不如喺呢度買層樓俾佢。咁但係呢一樣嘢會嗱，因為而家國內嘅出生率就越嚟越低啦，而家已經去到30年前、40年前嗰個出生率啦，甚至乎都不如添啦。咁其實呢樣嘢你覺得係可唔可以持續咧？同埋你頭先帶出呢樣嘢，香港人嘅信心咧，其實呢幾年裏邊咧，即係唔係香港人未必理解到，重要一點係台海戰爭，香港人未見過打仗，大家都喺度講緊話，如果呢樣嘢開波嘅話，香港會唔會又跌多3成，又或甚至乎跌5成、7成咧咁樣？如果樓市就我就會覺得一定係內地資金會為主，因為點解樓市個買賣事實上太繁複啦。啱啊，係啊，啱啊，啱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認為你中國同香港做生意嘅人咧。我都係樂觀嘅，我個人嚟講樂觀嘅，因為同而家政治新聞賣緊嘅，即係好多國家嚟香港嚟中國傾生意啊！即係我覺得過咗最收縮嗰段時間，即係過咗五眼聯盟圍攻嗰段時間。係但係而家就會開始係一個，即係我唔會覺得一帆風順。當然唔會覺得一帆風順。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即係話資金鏈，我反而唔擔心。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海同瑞士咧都係好多錢嘅。問題係上海係咪上海，瑞士係咪瑞士？即係而家香港係咪香港？即係所以我由頭到尾，即係呢幾年咧，我關心嘅問題就係香港做唔做得金融中心？係啦，你又真係講到一個重點啦。所以我點解我之前提出個論點係形變勢變咧，就係話究竟香港仲係唔係香港？同埋你自己認為係冇鬼用㗎，人哋覺得你唔係，咁又係一個問題嚟㗎嘛。但係我認為特朗普唔會有興趣打南海同台灣嘅場仗。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如果中國收翻台灣，佢都唔會參戰？我覺得佢都唔會，或者好。日本咧？美國唔參戰，冇人參戰。特朗普，我覺得最近有個聰明嘅政策就係話，喂，我覺得就係打南海補給線唔知點，而且對手好強，即係起碼係好全面。而且我太多嘢係射程之下啦，咁於是乎咁原來佢諗到就係話，中國即係重兵喺南海，咁於是調翻轉諗，我覺得好叻咋。咁我點解要同佢打？我調翻，不如我同你傾，呢邊我少啲 show。我就搞翻好我自己門羅主義啦，即係搞翻好自己。格陵蘭啦，係嘛？嗰邊嗱，因為你2020年咧仲係講緊龍市1期啊嘛，咁而家去到2026啦，咁而家去到2025尾就開始升翻啲啦，咁2026你個睇法都係升5至10啦，咁你會覺得其實條龍咧繼續揈上去嘅，只不過係話喂嗰邊啱啱行雷，佢閃一閃開，咁啊長官意志咯，係嘛？跟住其實佢係唔會影響條龍嘅飛升嘅咧。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汪生嘅龍市理論係將市場分為兩個不斷循環嘅階段。龍市一期係增長階段，由市場剛需驅動，樓價呈現健康或者快速嘅上升趨勢。呢個通常發生喺購買力累積、低息環境或者供應不足嘅時候。龍市二期係調整階段，當政府推出調控政策，或者受外圍經濟波動影響，市場會進入人為嘅冷靜期。呢段時間成交量會萎縮，價格可能會出現小幅回調或者橫盤整理，但並非崩盤。但係你個龍市嘅理論係 based on 香港嘅樓市係由中國個經濟帶動，而中國嘅經濟當其時個假設係佢會領導全球。唔係，但係中國經濟當時去嘅策略，我認為可能性佢想講一個 timing，就係話佢都有計算美國幾時開始走下坡，佢係要接。事實上咧，佢喺 timing上佢有追趕嘅。呢個同 Ray Dalio 講嘅講法一樣，即係話呢個即係正如你所講嘅東升西降咯。係啦，咁但係而家你覺得呢幾年之後，你會作出啲乜嘢嘅調整咧？或者對呢個睇法？嗱，我哋嗰2年咧。事實上，美國都做緊嘢㗎。係啊，嗱，當然啦，你做嘢，人哋咁做嘢㗎。美國都做緊嘢，就係話，譬如話喺個股市度去要 handle 得更加好啊。係啊，因為如果而家連股市都冇咧，就同埋最近疫情口未跌過。近年呢啲一啲嘅策略咧，都係想延長去個 cycle 東升西降。其實有2-3年咧。我哋係即係冇標準睇到，因為兩邊都喺度鬥緊法。咁但係而家又好似點解得咧？因為穩定咗。穩定咗，其實就可以用翻我哋之前嘅邏輯去睇嘅。即係中美關係穩定咗，你覺得？即係穩定咗。當然，但係我想提醒，如果我哋有機會再用翻龍市，我覺得揾夠砌翻個匹數出嚟啦。或者我覺得仲可以有價值用嘅時候，我哋都必須要知道突然出現嘅長官意志係呢個機率係存在。係咁而家老實講，而家踏入2026年，你會發覺到全世界個不確定性係有增無減嘅，係每一年好似 double 咁樣上，嗰啲嘢係越嚟越犀利嘅。係咪買金好過咧？喂，即係你金都升60幾個%啦，你上年。因為個世道亂啦。世道亂，咁貴金屬就開始抬頭啦。咁你賤銀，即係軍工嘅一啲即係材料，銅、電子，係啊，有啲材料。咁你下一步我哋要面對嘅咧，就係我相信唔係打仗咯，係高通脹。最後問多一句，如果喺亂世嘅狀況底下，係咪建議用少啲 leverage 咧？如果你租樓，你冇所謂嘅。係，即係你原本係租樓嘅，你入場你梗係可以借90%按揭啦，因為你而家你夠俾租，個租夠俾嗰個供樓又得啊嘛。咁呢個冇問題。最重要就係話，但係你呢個係咪真係等於高按揭得？唔係，因為唔係每個槓桿都唔開窿嘅。係啊，啱啊，即係話咧，如果你係用咗其他方式去借一紮物業去投資，咁我覺得好大機會係 call 窿嘅投資，槓桿嚟嘅。你如果自住用途係唔 call 窿嘅咧，基本上咧高啲冇所謂嘅。即係我相信銀行你買第2、第3間亦可能會唔借咁多俾你啦嚇。係。咁變咗就個遊戲規則都定咗啦。好多謝晒。好多謝。多謝晒汪生今日嘅蒞臨，係好好傾。咁啊〜今日就傾完啦，咁希望喺汪生入邊嘅字裏行間，你可以學到啲樓市嘅知識，同埋加強你未來對樓市嘅 planning 啦嚇，即係做一個穩陣啲嘅部署。OK， 喜歡呢條片嘅俾個 like 我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睇埋汪生佢嘅頻道嚇，佢有直播㗎，每個星期都 OK，係咁，拜拜。